讲到即届台湾甲马祖的海底电缆登记经过鉴定是自然登记，不过正嘛发生过有挂牌在中国货船跳江驶来咱基隆港的外海，跳江要甲咱的电缆甲闯河灯，引起国安的疑虑。目前咱台湾伫咧附近有10条的国内电缆，甲14条的国际电缆，拢是咱重要通讯设备。有学者就认为讲，咱应该要有多元的救援机制。目前咱的政府有啥物应对作为？今解剖新闻，就请武兴来为咱讲详细。是主播，最近咱台湾海底电缆等暂时接发生，也即马台马2条线路自然来歹去，海底电缆的影响是引起讨论。也进前中国船破坏咱的海底电缆，国家安全嘛引起关心。唔那咱关心么？国际嘛关注。就伫咧去年11月中，欧洲波罗的海2条海底电缆嘛互破坏，查落去发现讲，就是甲中国有关系。欧洲就怀疑是中国甲罗西亚做伙起无空。那安尼是安怎要针对海底电缆？海底电缆就是设伫咧海底线路，用来送电、用来通信。准讲一个国家伊的海底电缆若互大规模登去，就无法度上网，咱也无法度用，谷歌无法度用，这个国家的资讯就会互封锁。另外一方面，就是伫咧金融嘛无法度来交易，会造成这个国家重大的经济损失。这就是集权国家伊当别国的海缆，伊主要的目的。也跨国海缆上会受攻击是安怎？因为这个海底电缆是牵甲真长，经过公海，实际上无人会随时派船、派飞行机去过这个电线，过来会破坏海底电缆的这个成本无济。唔免出动军舰，只要有渔船，只要有货船，伫有海底电缆的所在来拍定、来拍网啊，伫遐咧拖，这个线路就会损害去。像讲中国就是利用宽渔船就是无挂牌，佮挂别国国旗的船去破坏海缆。要甲宽渔船对有责任是真困难，更加免讲中国甲罗西亚会来承认讲，因就是背后的主使者。要咱台湾海底电缆即马是有10条国内的，14条国际的。根据监察院的报告指出，讲2019年到2023年，咱国内的海缆防破坏有受损的，拢总是36件。也干那2023年这一档，就有12件是历来上界多的。也咱台湾对外通讯99%拢是靠海底电缆。准讲海底电缆登去，就会冲击到咱的国家安全，要安怎应对，就是重点。宣布就讲会来推动非动保卫星伊的网络通讯，会来加强海缆登陆站，会来加设，卖补助电信业者，会来补助环保产业。也这项目这预算是拢总编5.3亿。不过即马说好立法院台56%，也就是讲台10亿是减一半。司法部即马就讲话啊，那安尼是国家所谓论性，听到会受到大影响。以上就是今日解剖新闻，甲时间交等由主播。